國際奧委會早前宣布，2016年嘅奧運主辦權由巴西里約熱內盧奪得。喺嗰次奧運申辦失敗嘅日本東京決定捲土重來。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透露，東京會再申辦2020年嘅奧運。東京計劃大幅減低奧運相關計劃、設施同作業嘅碳排放量，實行打造一個環保嘅奧運會。東京並計劃將大部分嘅賽場集中喺半徑8公里嘅範圍內。除咗東京，日本嘅廣島同長崎市亦都喺早前表明有意聯合申辦2020年嘅奧運。